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7章第1節至21節，主題係約伯向上主申訴。作者喺約伯記第7章記載，約伯哀嘆人生非常短暫，而且充滿勞苦，日子就好似工人一樣艱辛。約伯感到生命就好似影子一樣，瞬間消逝，毫無盼望。約伯描述佢每晚都輾轉難眠，因為身體充滿嘅係瘡痍，日子被痛苦充滿住。約伯渴望早日能夠結束生命，擺脫無盡嘅折磨同埋悲慘。約伯質問上主，點解上主要咁嚴厲對待佢？約伯感到自己渺小卑微，唔配被上主重視，但就要承受住無法理解嘅痛苦同審判。最後，約伯懇求上主嘅寬恕同埋憐憫，俾佢喺短暫嘅生命裏面得到安慰。約伯感嘆人嘅生命好似雲霧一樣短暫，如果失去上主嘅眷顧，就再冇希望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7章記載，約伯哀嘆人生非常短暫，如果失去上主嘅眷顧，就再冇希望。咁面對生命嘅勞苦同短暫時，你會唔會都懂得珍惜光陰，以及信靠上主嘅引導呢？